爹，就剩2亩地没整了，歇会儿吧你。喝口水。哎呦，陶敏回家住了啊？幸亏有了身孕呐，她那婆子才能安生几天，要不然，她婆婆祖祖辈辈在太平镇上还到福根儿这根独苗上，也就真绝后了。哎，爹，我听说咱孙家在太平镇是外来户。是从黄河上游西北边来的，到了这儿有260年了吧？我还听说，咱家刚来的时候，孙姓的儿子里头有一个娶了个姓夏的新媳妇儿，那是个神人，有这事儿不？有这回事啊？这个姓夏的媳妇儿啊，能干、灵巧、嘴甜，是个人见人爱的媳妇儿。16岁那年呢，这新媳妇儿啊，捡了一堵大窗花，想拿到集市上卖去。嘿，这窗花啊，跟小圆桌这么大呀，可细了，连环套连环，哎，那是几千剪子都剪不出来呀。他愣是一剪子给剪出来了，中间不断线，不另起头，那就是一个迷魂阵呐。过了几年啊，这村里得天花的孩子是越来越多。那天是小年儿，新媳妇儿啊，睡着睡着，她忽然呐，闻到了街上有卖麻油炸馓子的气味。她闻着闻着，咣当就晕倒了。家里人把她推醒了。她说：“我不爱吃麻油炸馓子。”哎呀，他的口音和几年前来买窗花的那个蛮人呐，是一模一样。等那姓夏的媳妇儿醒过来呀，村里得天花的孩子慢慢的好了。神嘞！那姓夏的媳妇儿后来咋样嘞？他后来生了11个儿子，3闺女。他的孩子们啊，打了4口深井。太平镇的下几辈儿都喝那深井里的水，很少有人得天花。哎呀，这个老太太86岁死的，她死后啊，孙姓的下几辈儿也找过，可是一直没找着过能剪大朵窗花的媳妇儿，也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年轻媳妇儿能用蛮话说不爱吃麻油炸馓子。剪那么大个纸花迷魂阵，真神嘞！娘，哎呦呦，看看看看，说多少回了？这剪子老那么插着，就是想咒着家里吵嘴，是不是？娘今天看上去气色好多嘞，赶紧出来晒晒太阳呗。天女散花，喜鹊登梅，这你剪的？葡萄，记得你一会儿刚来的时候，那手笨的，跟那老棉裤腰似的。续个袄，那暗针脚怎么也藏不住。弄得跟那个尿介子似的，行，这会儿还剪出点形来了。娶媳妇儿要冒脚，大闺女要讨巧。咱镇上啊，哪家的媳妇儿闺女不会剪纸花啊？娘，您还怕独落下我不成？你呀，比人家媳妇儿差远了，人家多灵巧啊。这是孔雀开屏，看看。这个孔雀开屏，这身子得用阳剪，看到没有？线线相连，把形留住。这尾巴这儿呢，要用阴剪。
线线相断，把形减空。嘿，好看。哎，感情剪子认得你了，娘。这窗花吉祥喜庆，人畜声旺，人家才贴窗花。你再看咱家，娘，身子刚好些，又说这伤心的话，且受着呢，别说了。哎呀。葡萄，啊，下来！放手！别这儿来，洗澡了。你们洗呗，我忙活着嘞。闷热的天，你这是铁了心捂出被子，还是不敢往下跳呀？下不下来？你给我等着，小心溅起来的水花会吓坏你肚子里的宝贝哥呢。下来！什么？还不赶紧把活干完了！再磨蹭，都别想领工钱了。这是咋了？这是呛啥辣死了？小声点。最近啊，总这样，也不知道招了啥道似的，跟个黑面神似的，老吓人了。这雕版也弄不出个新图案，还总坏了模子，常挨克星老爷训人。你没看今儿咱的豆面印染布都没弄出来。咱今儿只能换点苎麻和棉纱了。雕版坏了怕啥呀？做一个不就行了？哪那么容易呀？他呀是失了魂儿，恐怕再怎么做也做不好喽。这秀梅啊之所以让克贤老爷收留他，这完全是因为他继承了他娘一手的绝活呀。如今没了这绷带，在孙家的日子啊，恐怕就不好过喽。如今这打仗，外面兵荒马乱的。至少这生意不好做，秀梅没了用场。难道克贤老爷会养个闲人白吃饭？表面上是捧他大大。嘘，你小声点。要出新图案，倒不如试试用窗花模子的，贴在窗上更好看，印在布上一点也不赖。听说南边人直接都用丝织布料做窗花，岂不是一个道理？是谁在呼叫车的多管闲事？罗卢号贾斯贝，有。想的挺美的，要吃韭菜鸡蛋馅，人肉馅你要吃吧？哼，要不是看你怀了种，能让我来伺候你，
做你的春秋美梦去了。哼，等到下了载以后，看我不怎么收拾你。老李，你这个混蛋的东西，你走开！我王八蛋，你敢哄骗我啊！好个假肚子！我这王八蛋，我把你现在就把你打发！你看看这个，你竟然哄骗我，我杀了你！你滚蛋！长官，瞧，他们果真在那儿，就是他们几个。哎，干什么呢你们？又癞蛤蟆闹窝，闹团结了啊！这县里来了长官，还不快起来？也不嫌害臊。长官，就是他们几个媳妇儿。长官，她就是我跟你提起的秀梅。那天啊，就是她救下了方副排长，那叫一个大英雄啊！我家外甥女儿。不错不错，都不容易啊！政府体恤你们，将来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提，政府还管包大煤，将来都给你们寻一副好人家。读着吧。表彰，此有太平镇妇女李秀梅、陶敏儿、蔡琥珀、张怀怀等保护我国军47团将士陈天赐、方日同等人有功，深明大义，英勇抗日之心天地可见，人神共敬，特赠妇女典范、英雄寡妇之称号，以示表彰嘉奖益阳县政府。还有啊，县政府为了表彰你们的功绩，每家发1袋大米。今后咱们太平镇，每年都要凑出个10斗5斗来奖励英雄们，积极响应县里的政策。来，我可告诉你啊。今后可不行再打你家的儿媳妇了，好生伺候，否则啊，这县里头可不会放过你。那照这么说，县里的意思，那我叫福根他白死了？瞎咧咧个啥？怎么说的是白死了呢？那是为国捐躯，这县里头不是都表扬过了吗？福根啊，养我养你那么大。咱就成小米了，你就是一斤小米对一斤肉，这也不够数。你给我闭嘴！小心让长官听见了，要你好看。还哭？再哭把人给哭腻房了，小心把这10斤米也给你收了。你们家福根那真的白死。长官，到我们家吃顿便饭吧，啊！这里有，哎，别愣着了，快帮着英雄寡妇们把这米给他们送回家去啊！快！祥福，快，赶紧！英雄寡妇这名头好啊，
怎么不也弄个接系寡妇的妻子挂挂？按说也不赖呀。谁？姐，咋了？驴棚进大耗子了，我怕黑妞叫它咬了。看，咋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就不知道啥时候钻进来的。我就这帮剪纸呢，以为是耗子呢，是个人类。还有气儿，这个黄毛的，咋还是枪伤？哎呀，肩膀都透了。我去叫哥。哎，别叫他，这小子伤得不轻，来路不明，怕是有麻烦了。那咋整？穿的那赖像是老八，打游击的吧？哎呀，甭管是谁，命总得救。啊！哎，咱把他赶紧叫上。哦。哎。弄啥呢？大晚上的不睡觉。哦，驴棚里打耗子呢，一会儿打完就好。您先睡。幸亏这子弹啊穿透了肩膀，要不啊还不知道咋把它取出来呢。哎呀，咱这儿的土法子呀，也就是止血了，能不能过这道鬼门关，就看他自己了。我去熬点粥给他先灌灌。你得空啊，到石榴金子家去借点羊奶，那可是奶中之王，搁了它呀，啥都管用。就说我睡不好觉，是安神助眠用的，别叫人察觉了。哎，知道了。起来。孩子，你叫啥呀？从哪儿来呀？哎呀，你家里还有啥人没有？啥
哑巴。哎，你听得见说话不？听得见吗？哎呀，晕了。哎，这又聋又哑的，还伤成这样，这能藏得住爹？那就看他的造化了。小小的年纪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，也许躲躲着就过去了。这样吧，明天他醒过来的时候，看看他爱吃啥，南甜北咸，他一逮一个字儿，就能知道他是哪儿的人了。葡萄，今儿是小满，家家都来买桂圆细饼。你不在柜上忙，这是溜哪儿去啊？还弄些什么好吃的？哎，小媳妇儿家吃的好东西，哪能叫你瞧了去？上哪家看病？陶敏的婆婆把腰杀了，我去给看看。还不赶紧去，好好给她治治，治不好了又拿陶敏撒气儿。行，那我去了。再给我包个这个，脆不脆？啊，放心，肯定脆，您放心，大点，现在好。那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来，给我来2两。哎，我，这柜上的啊，灯油生漆、人丹实地水可都断货了，你赶快到地窖里取点货去吧。谢正头，你当我是乌贼有十只手？要啥你自己去拿去呗。谢谢老板。好嘞，慢走啊。好嘞。嘿，好了啊。是个事儿啊！倘若要是个通缉犯啥的，咱可担当不起呀。一个小屁孩子，他能犯多大的罪啊？又聋又哑，怪可怜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也是条人命。等他活过来，问清楚再说。咱们可藏不住啊！倘若被人发现了，这咋整啊？多大点事儿啊！对了，就说是我的远房侄子住些日子，难不成现在把他扔出去喂狼啊？也是啊，收藏个个人，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这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你先回去吧，明天到镇上抓些药回来，枪伤不好治理。好。鬼子的话呀！快搜搜，他身上有啥物件没有？哎，好。看，还真是小鬼子。你这是找上门来送死！
で。悪い人じゃない。ここに来させるの。ジョゴジを殺したことがないんだ。母に会って日本に帰りたいだけ。やめろ！装聋作哑的唬人类，原来是个鬼子害人精呢！这500斤细粮都装好了，那个算孙营长账上啊。走。哎，徐连长，这可不中啊！这国军的面子啊，你还嫌不够大？他跑了你的不成？您这说那么多，我拿啥钱上哪去收粮去？眼看着，这家里不种地的乡亲们就吃不上饭喽。老百姓吃不上饭，那你就让我们军爷也吃不上饭呢？啊？我们打仗以前吃的是血水煮粥，打胜以后是雨水煮粥。我们驻扎在你们太平镇，一个个兄弟们吃的肚子一敲叮当响，嘴角发疮。你也不想想，如果不是我们在这儿，你们太平镇有这么太平吗？军爷们保家卫国，劳苦功高，再难我也得把粮食收上来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可是您这一赊就是200大洋，实在是太难为人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您从军饷里拨出180的，我也好给您快着点收粮去。啊！反了你了，敢跟国军算账？我不让你交钱上供就不错了，你还敢算利息？哪这么多邪道的？信不信老子脾气上来了，枪走火？不，许连长，我要是真没见识过枪走火，见识见识也无妨。只是你们孙营长见了我呀，也得叫声二爷爷。许连长在我这小店里撒欢不大经意，恐怕这全镇几百号人他不依呀。你走着瞧啊！钱给他。谢谢。哎呦，慌什么慌？你是没长眼的还是心里发毛啊？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给我们2年抓的上等药材，我怕摔散了，您多担待，您。哎，这你别让我抓着你尾巴啊！哎，是，走。哎。好险呐，惹不起这路煞星啊！哎，万一发现那红薯浆，赶紧把药送下去。哎，但凡这货能动弹一点儿，赶紧送走。哎，是。哎
这都是天。饭总是要吃的。秀梅，这段日子你精神和身体都不太好。等二大家丧期完了以后呢，你就要嫁过去了，关了染房，正好歇息一下。舅妈跟你好好的调养一下，咱们风风光光、漂漂亮，行个方便。行了，就这样吧。这仗如果再打下去，我看呀，咱们这太平镇呀，这太平日子也不长了。就这么定了吧。秀梅啊，去叫管钢师傅和染匠长头们都接了吧。秀梅，你咋了？他们谁又欺负你了？哎，秀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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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到底咋了？你有啥委屈你跟表哥说，表哥替你伸冤去。你哭这么伤心，你爬这么高，你别吓我行吗？我哪敢吓唬人？我只不过是一人以下的一个人，在你家靠手艺混口饭吃。现在染坊要关了，我更是一个不相干的闲人，哪里还有什么资格吓唬人？这个事儿，父母跟我说过。现在染坊生意不好做，换其他行业做倒有无妨。难道有我在，你还担心你和坚阳都饿着吗？你瞎想了。我自小孤苦无依，无家无业，多亏舅舅舅妈收养我，本来就不知道这恩情怎么报答，现在连唯一的换纱手艺都没有用。你叫我以后还有什么颜面在这个家容身啊？谁不叫你容身啊？你是咱家的人，你这辈子在这里才好。你要是不喜欢待，不是还有少勇家可以去吗？日子快到了，我替你数着了。你别哭了行吗？我这又说错啥了？你别哭了，我求求你。你这一哭，我心都凉脚底了，又慌又凉。我哪都去不了了，他不要我了，我真的是无处容身了。他不要你，他为啥不要你？他吃了 BOSS 打了他，我揍扁他根本不费拳头劲儿。他不要你。他凭啥不要你？就凭他心里没有，他心里装的是王葡萄。从小到大，是我一厢情愿，他根本就不会娶我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我说你成天闷闷不乐，到底为什么呢？果然是为这小子。他反了他了。葡萄不是他弟媳吗？他脑壳欠胶还是进水了？弄啥烂糟事来烦你？行，找他算账去。表哥，表哥，表哥，表哥！您的腰伤啊，好些了，那些止痛药就别吃了。这儿呢有一副中药。过2天去抓过来，把它熬成膏，热敷上面，能够活血化瘀。这样的话呢，比西药还能够治本。好。哎呦，你说我这老腰病啥时候才能好啊？您放心，能治好。您在卧床再多休息几天，等过2天腰不那么疼了，去院子里边溜达溜达，散散步。可不敢再瞎折腾了。
那可就真治不好了。哎呦喂，我哪还敢瞎折腾啊？只怕有人巴不得我早点蹦跶不了，好送我上西天。娘，你这话是啥意思？你闪了腰这些日子，谁床前床后的伺候你了？我是哪顿饭叫你少吃了，还是哪口水让你少喝了？我要是让你死，我还叫头脑少爷来给你看病弄啥？谁知道那个贼心暗的什么贼敢下害我？头脑少爷麻烦你了啊，我送你。孙小荣，站住！你还敢跑这儿来装好人？我今就撕了你的皮，看你还咋装！我先回去了，好好照顾你婆子。哎，还敢不离老子？我跟你说话，你还敢打我？别打了！叫你秦秀梅，我叫秦秀梅，叫秦秀梅，叫秦秀梅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来跟我犟嘴是吧？嫌锤子不够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我看你以后还敢欺负秀梅。我还警告你，如果到了日子，你要一个小寡妇敢娶秀梅，一定废了你。幸好这是找到陶明家去了，不然叫爹娘知道了，可不得恼了。银虎到底为啥事跟你掐架？汤。为了你。我？胡咧咧啥？我跟他八竿都打不着。我和银虎从小到大，见惯了他动拳头，可是头一次见他为个人这么动心的。要是秀梅也能一样对他，也许是装没事儿。啥意思？他是怕我为了你不娶秀梅。叫他放100个心，没可能的事儿，咋能拿他当幌子跟人掐架？怎么家家都这样？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人，却好像隔了108000里远。唉，我和银虎也有相同的地方。赶紧把那鱼去了，别叫爹娘明天看见了问你。我不能治病救人，还不能治治自己身上的伤吗？旁子还有什么用？这话又咋说的？不是刚给陶明婆子治好了腰吗？治病是要治中国的顽疾人，救人是要救全中国更多的人。